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第14号的风台灿树，已经增强为强度风台。目前是伫菲律宾的东边，离台湾还阁有1000多公里。也毋过是为咱台湾这个方向一直架过来。这个风台是毋是会登陆台湾，也毋知影。爱看这个刷落来，太平洋的高压的强甲弱的变化。但是不管安怎行，恐惊这个暴风圈拢会打到台湾。要提醒咱的乡亲，爱谨慎来面对这个风台。气象局长陈明典讲，这个风台会爆发性来发展，真晚近上强顶级的风台。气象专家吴德荣嘛来指出，讲这恐惊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威胁台湾上大的风台。气象局上紧伫阴暗这个深夜，就会发布到海上警报。什么时阵要来发陆上的警报，爱阁看状况。今仔日明仔载也是真翕热。不过，为明仔载暗开始来变天，拜六甲礼拜是这个风台上晚近台湾的时阵，对这个花莲、台东甲南部地区的影响是真大。到时阵恐惊是会变大雨。日头真大，民众的凉伞拢出动，连粉灶拢袂飞走去避日头，因为太平洋高压的影响，全台各地拢真热。不过今年第14号风台灿树增强做强台，而且看起来会向台湾来。从卫星分图来看，风台眼真清楚，结果嘛真值钱。气象局长陈明典讲，美国气象单位讲灿树会有爆发性的发展，伊阁抛出美军卫星分图，认为灿树是真接近上强顶级的风台。预估今天晚上就是星期4晚上到星期5清晨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，至于陆上警报则真的必须看看未来台风在越靠近的时候，它的角度、移动还有速度的状况而定。日本估计灿树接近台湾了后，会对东部海峡往北边行。气象局和美国预测会较往南边，和韩国、香港的看法较一致。估计会对南部通过，可能会登陆往北边刷震动。不过太平洋高压也有变化，搁要观察。太平洋高压在星期5到星期6减弱，角度就会有偏北的现象出现。最接近的时间就是星期6到下星期1。主风中度预测拜六就会到台湾东半部。气象局长吴德荣讲，灿树是真少数增强真紧的风台，恐惊是今年较大威胁台湾上强的风台。气象局提醒，到时花莲台东、恒春等等东南部地区会落大雨，太平洋高压嘛继续搭伫附近。这2天各地拢有30度以上的高温，不过秋台接近，大家要是爱加注意。好来，所以。